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我想今年呢，不分国内外，全球都面对了一场世纪的肺炎疫情。那大家的心理跟生理都承受很多的压力哦，也导致很多民众出现恐慌、紧张跟焦虑等情绪哦。那其中的恐慌，怎么样才算是恐慌症呢？相关发生的原因、诊断跟治疗，我们今天都要初步让大家认识。那很荣幸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成大医院精神部刘玉嘉医师，也请刘医师先跟观众问好。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大精神部的刘玉嘉医师。好，欢迎刘医师哦。那我们今天要锁定的是主题是恐慌哦。那医生也特别把这个恐慌下一个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的一个注解哈，就是往往在没有防备的时候来袭，那扰乱所有的一切哦。那到底什么是恐慌呢？请医生先下个简单的定义。OK， 好，通常一般民众啊会觉得说，是不是那种心悸啊，或者是喘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就代表是恐慌的发作。是。那其实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都会有类似这种状况，譬如说，爬了5、6层楼的楼梯啊，或甚至说，上台之前要表演，很紧张那种状态，都会导致心跳加速，会呼吸喘这种状况。但其实恐慌呢，其实有它医学上的定义。是。那根据美国就是精神疾病诊断手册来说，恐慌发作它其实是一种无预期的发作，它并且会伴随着一种身体强烈的那种恐慌，就是恐惧跟不适的那种感觉。是。那这种恐慌跟不适的感觉，然后通常会在几分钟之内，那种严重程度就会达到最高的那种顶点的那种状况。是，所以刚刚医生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无法预期哈。对，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恐慌的发作也是等于是恐慌症吗？这个肯定要跟大家再详细说明一下。那恐慌发作其实跟恐慌症还是不太一样啦。那我先稍微简介一下，恐慌症可能还会有一些合并哪些的一些生理啊或心理上的一些症状。好，那生理上的话，常常病人会说，我好像是头晕啊，或者是说，盗汗啊，或甚至说，喘不过气来，喉咙可能会觉得卡卡的。或是出现一些心悸啊、胸闷，甚至有人会觉得说，肚子怪怪的，很像觉得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是，他甚至比较严重，会那种全身颤抖的这种情形。有些病人可能会觉得说，身体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发冷又发热这样子。那甚至会有一些麻麻、刺刺的这种感觉。那甚至有人在心理上会觉得说，很像是跟这个现实的环境上有脱节，很像一种失去自我的这种感觉一样。那甚至会有那种，感觉很像一切都快要失控的那种感觉，甚至说，我是不是快要死的这种错觉那种状况。是，刚提到一个比较现实感，失去现实、自我感觉，那个大概什么样？比较抽象。OK， 好。那所谓的失去现实感的病人啊，他通常会觉得说，自己跟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上，很像隔了一层薄纱一样，有点不太真实，好像在梦境一般的那种感觉。是，OK。那如果是失去自我感的这个病人啊，简单来说，就像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你也像从远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这样子。那不管是失去现实感，或失去自我感，那其实都是一种算解离的一种症状。那通常什么时候会这种解离的？就是在那种身体啊，突然间承受那种很急剧的那种恐惧的时候，为了不让身体这么样的不舒服，所以他会透过这样解离这个方式，把自己的身体从那里面抽离起来。很像看到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梦啊，那都是别人的身体这样子，就会让自己身体不会那么的恐惧这样子。是，那恐慌症跟一般我们通常讲的紧张啊或是焦虑症的差别大概在哪里 ？OK， 好。那刚刚所讲的是那种比较算是恐慌发作的这种状况啦。是。那其实恐慌发作跟恐慌症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这样子。是。那恐慌发作的那个病人呢，他如果不断反复的这个发作之后啊，他会觉得说会有一些担心害怕，说不知道我下次到底什么时候会发作，他就会担心那接下来我到底会做什么事情，他会再发作这样子。是。那甚至他会担心到什么程度？他开始会出现一些比较不适切的行为，比如说逃避的行为。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说，我有个病人，他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在那个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当下的时候发作，非常的害怕，他好不容易打起精神，然后把车停到路肩上这样子。对。那从此之后啊，他只要一握上方向盘，
就会回想到当初那种恐慌发作的这种状况。那因此他变成说不太敢上高速公路，甚至说他连开车啊都尽量少开为妙这样子。所以那个反复发作要多久的时间，或是你有没有一个定数这样？对，通常就是说你那种担心焦虑的这个时间超过1个月的时间，通常我们就会说它是符合了恐慌症的这种程度这样子。是。那刚刚主持人刚刚问的是说，紧张啊，或者是恐慌啊，还有就是焦虑症，这3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啦？是。那其实我们在说的那个焦虑症啊，比较常会是我们所讲的广泛性的这个焦虑症。那这3个差别的话，可以依据说有没有一些触发的因素啊，或者是说它持续的时间的长短，还有跟它强度来做稍微一个区别这样子。是。那像紧张的话，通常紧张都会有特别的一些原因啊，譬如说像要上台表演啊，或者是要考试会感到很紧张这样子。是。那广泛性焦虑症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不管是工作啊、人际啊、学业等等，都会非常的紧张焦虑这样子。它是属于一种比较长时间持续的那个状态。那如果是恐慌症的话，它发作没有任何的预兆。你摸不着头绪这样子，有可能说，譬如说我只在跟你快乐的这种聊天讲话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发作了，甚至说，我只是去逛个街，看个新衣服，突然间就发作这样子。是，对。如果说以持续时间来说的话，通常紧张这种状况啊，只要造成紧张这个因素结束了，我通常就不会紧张。譬如说考完试了，就可以跟同学快快乐乐出去玩了这样子。那如果是广泛性这个焦虑症的话呢？因为他对生活中大大小小很多的事情都会感到很紧张、很焦虑这样子，所以说他事情会反过一件又一件，好像没有停止的这样一天这样子，对。但是恐慌症它持续的时间就大概是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这样子，所以有人说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子，是。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就觉得说，很像。它不这么严重，其实在这3个里面啊，恐慌症它的那个强度啊，是最强的这样子。很多人都会说那种强度啊，就像是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那样子，好像自己快要濒临死亡那种感觉，是非常令人害怕的这样子。对于刚刚症状当中有一个好像是即将要死去、面临死亡那种威胁，对，就是这种感觉哈。那如果像是第一时间恐慌症发作该怎么办？这旁边的亲友可以做什么样的协助吗 ？OK， 好，那通常就是亲友要了解什么是叫做恐慌症啊？对。那如果真的是亲友知道说，周遭人开始出现这个恐慌这个症状的话，第一个是在旁边试着安抚他。其实陪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安抚的这个效果这样子。那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教导说，引导他病人去做深呼吸，慢慢来做这个调节他的这个呼吸，让他的恐慌慢慢的降低。如果这个真的都不行的话，那还有一个大绝招，就是提醒他赶快吃药。对，赶快吃药就可以把那个紧张焦虑的感觉赶快缓解下来。可是第一时间他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之前还不晓得他是患了恐慌症啊，所以还是只能直接上急诊嘛。那通常那种就是大家其实第一次恐慌发作的时候都不会知道说那是恐慌症的发作啦。对。那通常那种情况，第一个跑出来的念头就是说，奇怪。我心里怎么会这么样的不舒服？我是不是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样子，所以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他可能就会马上跑到急诊去挂号这样子。那不过我刚刚所说的恐慌症啊，大概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常常说你在急诊挂完了号，然后在等医生来的时候，就好了，恐慌就好了。对，医生给你检查完之后发现，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会把你转到门诊去做追踪这样子。了解。那这样子来讲，哪些人容易患上这个恐慌症？这个发生率又是如何？很多吗？状况很多吗？先回答说哪些人容易罹患恐慌症好了啦。就是说，其实目前恐慌症的这个成因啊，并没有一切就固定的定论这样子。不过以目前比较常被接受，就是说压力跟体质互相影响所造成的这样子。对。那有研究会像刚刚所说的压力嘛？对。那压力，譬如说，从大到说离婚啊，或者是亲人过世这样子，然后甚至说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像疫情的爆发也会对人就是心里面造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压力。那也有研究显示呢，如果除了家族里面一等亲有恐慌症的病史之话，那罹患恐慌症的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那也有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啊，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创伤的经验，譬如说被家暴啊，或者是被性侵啊，甚至被忽略等等的，都有可能让这个恐慌症罹患的这个几率上升这样子。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有5大性格的人，
很容易就会有这个恐慌症的这个发生这样子。是哪5大呢？第一个就是说比较性子比较急的，那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求好心切、好胜心强的，对。那第3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是完美主义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好的这种状况。是。那第4个就是很敏感、很神经质的，可能别人说了什么就会一直很在意的那种人，这样子。那甚至还有就是说不太会拒绝别人的这种人。那不太会拒绝别人，就很容易揽了一堆事情在身上嘛。对。那因此会造成这个压力慢慢的累积，这样子。是。那除了原因这些原因之外，刚刚提到有可能哪些人比较容易罹患？就这些原因来讲，对不对？那其实刚刚所讲那个压力啊，跟体质的这个模型啊，其实用这张图就可以来显示说，可以看到这张图啦，这个绿色的代表是这个每个人的体质的这个状况，越高代表体质越不好这样子。那这个咖啡色的这个长方形呢，代表是压力的大小，如果是越长的话，代表压力是越大的这样子一个状况。那这个红色的这个虚线呢，代表是恐慌发作的阈值。就是说，如果超过这个阈值，恐慌就有可能会发作。是。那我们一般人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说，体质不好啊，再加上说，如果说压力又大的话，很容易就恐慌发作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的左半边，大家发现这个即使是体质不错的人啊，但是如果遇到这个压力够大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作的是恐慌。对。那如果是看右半边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体质不好的人啊，只要他的支持系统，譬如说他的朋友比较多啊，家人都会比较关心等等的话，那他其实啊支持系统好的话，他即使受到一些压力，他也并不会超过这个恐慌的阈值，他恐慌就不一定会发作这样子。为什么女生比男生会高出2到3倍啊？对，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恐慌症的发生率到底有多少嘛，对不对？对。那据统计来，我们一生啊，大概会有33% 的人会有恐慌发作这样子。但是严重到会变成恐慌症，其实就是说大概5% 的几率而已这样子。是。那通常就好发在大概25岁上下的这种状况。那刚主任提到说，就是女生啊，比男生这种发作频率比较高，对，有可能是女生的这个心思比较缜密啦，比较敏感这样子。比较敏感。男生就比较大而化之这样子。OK， 是了解。好，那我其实，在我们那个之前北捷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听说当时目睹很多人都心理上也造成了恐慌，那衍生出一个所谓特定场所的畏惧症哦。不过这是另外一种跟恐慌发作很有相关联的症状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合并症？特定场所的畏惧症啊，其实并不一定跟恐慌症一定是绑在一起的啦。就是说，但是确实啊，在临床上。恐慌症啊，有一群的病人就会有这个特定场所的畏惧症这样子。那所谓的特定场所的畏惧症啊，通常会对以下这几个场所会感到很担心、很害怕这样子。譬如说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譬如说坐巴士啊、坐火车、坐飞机这种情况，或者是说在比较开阔的这个空间里面，譬如说是这样停车场啊或游乐场这样子的状况。那也有些人是针对那种比较封闭式的空间，譬如像是那个电影院、厕所这种比较封闭的这个场所，那有些人其实只要人很多，就排队人很多嘛，就是就会感到很恐慌的这样子。那比较严重的这个现象，甚至连踏出家门这个事情就会让他很恐慌这样子。如果像那独居跟你刚刚讲的封闭那2个是没有冲突的吧？独居他自己在家里，跟他在一个封闭的场所，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当然独居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会让他独居啦，那恐慌发作也可能会是其中一个，只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很严重才会变成这样子。OK， 了解。好，那刚刚讲到那个有一个广场畏惧，也是类似像，比如说像是911恐怖攻击之后类似的这种心情吗？还是这样？对，但是如果是恐慌症的那个特定场所的畏惧症啊，跟那种911不太一样。911的话是他可能对那个场所会有阴影，他可能在那时候发生不好的这个事情，他跑到那个地方的话会勾起他的那个回忆，就比较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创伤压力症候群这种感觉。对啊，但是恐慌症的病人去担心去他那些地方啊，并不是说那些地方很可怕或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而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吓自己啊。所谓的自己吓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常常会担心说，我如果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如果恐慌发作了，大家如果看到我这样子的一个恐慌发作的糗态，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会被耻笑？甚至说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不会说，我没办法逃离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来求救，譬如说在比较封闭的这个场所，那我应该怎么办比较好？这样子是了解。
好，我想对恐慌症来讲，刚刚提到最痛苦应该就是没有办法预期这个事情哈。那像我们刚刚正在提说在上班啊、上课啊，或者开车，或者像我现在在主持，突然经历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讲哈。那所以很多恐慌症的个案就是没有办法出门，不敢一个人独处，那在人际上跟这个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那医生，我们究竟要什么时候能够介入进行这个治疗？ OK， 好，那其实主要简单来说啦，就只要分2点，一个是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跟它对生活的影响的程度这样子啦。那其实临床上啊，一开始恐慌发作的时候，其实并不会那么频繁，可能大概1个礼拜发作个2、3次这样子。但是如果一直不治疗的话，一直持续到后面，有可能变成说1天，发作个2、3次，那个频率是差很多的哦。是啊，那病人的感觉就像身体随时背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如果说是定时的炸弹，那还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嘛，对不对？对。啊，但是不定时的炸弹才恐怖，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这样子，所以那种担心、害怕的那种感觉啊，常常会让病人啊，他的这些工作受到影响啊，家庭受到影响，都没办法好好的兼顾这样子。是。那通常这些让病人更受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去各科检查都发现没有什么原因这样子。是。所以家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在无病呻吟啊？或同事们就觉得说啊，你就是偷懒啊，你就是装病不想工作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种有苦说不出的那种感觉啊。是。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其实长期这样下来，很容易就引发出一些忧郁的情绪啊，甚至说变成忧郁症的产生这样子。那有没有个所谓的比较严重的量表或者什么样的可以来诊断这样 ？OK， 好，那。其实临床上啊，就是不太会适用量表了哈，不过在研究上会有一个恐慌发作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量表，根据7个面向来去做评分这样子。是。那每个评分大概是从0到4分来去做强度的分别这样子。那加总的分数如果越高的话啊，那恐慌这个严重程度当然就是越高这样子。是。所以他们有个所谓的指数嘛，就是说严重指数大概1到类似这种，没有这种东西。但就是说分数越高的话，它通常就是严重程度会越高这样子。OK， 好。好，那就是我们了解整个相关恐慌症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当然不是希望观众朋友自行诊断，因为实际诊断还是需要医生来进行完整的一个咨询跟检查哈。而且我想不止恐慌症会发作，那其他类似刚刚提到有焦虑啊、忧郁等等类似的，也希望大家都有一定程度了解哈。那我们在治疗上面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大家想到那个治疗啊，看医生这件事情，都是想到说啊，我要吃药。对，对。但是其实，在恐慌症的治疗上，并不是只有吃药啦，非药物的治疗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那非药物的治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要跟病人充分的卫教，这样子，让他了解到说，他经历这样的这个症状，并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恐慌症所造成的这样子。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症状就马上死掉这样子。那刚刚我提到说这个卫教除了对于刚刚所讲，除了对病人而言对家人也很重要这样子。是，就像刚刚所讲的，家人如果了解了，他就不会误会这个病人只是好吃懒惰，不想工作这样子。那可以在他发作的时候教他去做一些呼吸的引导，让他恐慌的这个情绪慢慢的缓解这样子。而且你们那个有所谓的团体治疗，就是跟家族的治疗，对不对？团体治疗我之前听说有类似说教2个口诀，就是这个恐慌症不会死，恐慌症不会发狂，类似这种这个教导嘛，对不对 ？OK， 说到团体治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通常医师讲了几百句的话，都抵不上隔壁邻居讲的1句话这样子。是。所以那个团体治疗的这个用意呢，就是说让那些其实也曾经经历过恐慌症的这个病友来现身说法，说明他当时候是发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他一路走来这个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样子？那比较新的病友听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跟我有一样这个症状的时候，心里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的感觉啦，甚至比他严重。对。好，那心情上也会比较放松。那听到他这样说，只要经过好好配合医师的这个治疗啊，或去做一些就是非药的治疗的话，他就是会恐慌就会慢慢的缓解的。那他之后也会比较有信心，会说，那我也相信说我总有一天也是会痊愈的这样子。是，对。那当中的一些认知行为的治疗是不是也是蛮重要的？对。怎么暗示，有个自我暗示跟他。对，就是恐慌症的病人啊，其实在恐慌发作的时候，都会一直觉得说，我就等一下就要死掉，我等一下就要死掉，我已经生了很严重的病这样子。那
认知行为治疗主要是要扭转这个病人这个错误的信念，然后把它替换成说，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哦。其实再过一会时间，或等一会吃个药，你这个恐慌就会慢慢的消去。其实自己不用那么这样的紧张，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所谓的药物的治疗上面，目前比较有效的一些的药物大概是哪些 ？OK， 好。那药物的治疗啦，主要分作是2个面向这样子。第一个会主要是抗焦虑剂这样子，或者是叫所谓的抗忧郁剂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主要就是一些安眠镇定的这个药物。那抗忧郁剂的这个主要的功能呢，主要是增加我们脑内血清素的这个含量。那这个抗忧郁剂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个忧郁症的病人，就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其实恐慌症的病人也可以得到不错的这个疗效，是最主要治疗恐慌症的药物这样子。那刚刚所讲的安眠镇定药物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辅助的这个药物，它就是帮病人可以在恐慌发作的时候，可以马上缓解他的这个症状这样子。那提到刚刚还有一些辅助的疗法，比如包括有一些我听过有音乐疗法，或是说一些比较替代性的疗法，有哪些辅助的吗？恐慌症我们常常会跟病人就是卫教是要如何的放松，所以我们会教导病人一些就是放松的一些技巧的训练这样子。那放松技巧训练最主要就是让病人可以缓和他很亢奋的那种交感神经，然后帮助他达到一些压力的这个调试。那常常就是会做两种方法啦。第一种就是说，腹式呼吸法，我相信主持人应该也很常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法。那第二个就是一个肌肉渐进放松的这个方法。那这2种方法呢，其实都是让病人先体会到那种身体很紧绷的感觉，然后他才可以体会到那种真正放松的感觉是什么。不然很常你问他病人说，你知道什么叫放松的感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放松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放松的技巧很重要哈。那包括刚刚也提到这个团体治疗跟这个家族的一个就是在家族上面，很多人就是遇到这种病人，他很难去启齿，觉得说你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技巧来告诉他，不能讲说你要放轻松，你要怎么，因为他是没办法放轻松。可不可以有一些小的技巧教导这些家庭的这些成员们？对。那这其实就是跟那个忧郁症的病人一样啦，就是我们都会习惯叫忧郁症的病人说，你就开心一点嘛，看开一点嘛。对恐慌症的病人就说你不要担心那么多，那没有事情这样子。但是其实，在病人在当下经历那种很恐慌、很恐惧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其实没办法做到就是别人要他做的放松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旁人其实所要做的是了解这个疾病，那可以去协助帮忙他，是不是提醒他是不是要记得吃啊，或者是说那我们开始来做深呼吸，或者是跟他讲说我陪在你身边，不会有事情这样子。这其实对于恐慌症的病人来说才是比较有帮助的这样子。OK， 那我回到刚刚药物治疗上面那是不是这个无奈就是只能控制，这有吃就有用，那没有吃可能就会复发，所以患者他还会担心说药越吃越重，到底吃多久才会有效果那吃多了会不会伤身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下。OK， 好，那刚刚所讲的就是药物主要分2个嘛，就抗忧郁剂跟安眠镇定药物啦。那其实抗忧郁剂它虽然是个比较主要的这个药物，但是它的药性就很像我们的中药一样。它比较温，比较慢，所以通常会吃大概到2到3周的时候那个药效才会慢慢的发挥这样子。那但是说，安眠镇定药物虽然说马上吃，你就会马上到焦虑被缓解了，但它其实并不能够真正减少恐慌发作的频率，所以它才会说是一个比较辅助的药物，就是像治标不治本的这个药物这样子。好，所以它可以。就是不用再一直吃嘛，就是如果这2、3周之后就有缓解，或者说他有一些安眠镇定是立即见效，所以他可以就不用再服药嘛，就是类似这样。OK， 好，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说，那如果安眠镇定药物的话，就可以缓解那个紧张焦虑了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只要吃那个就好了？我不用多吃一种药？对。但是其实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安眠镇定药物只是缓解症状，它并不能治疗这个根本的这个原因的问题，这样子。所以说，你如果只吃这安眠镇定药物很常会导致说，本来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反而这个那个安眠镇定药物越吃越多，就变成说一个上瘾的这个状况啦。对。那其实说，如果说你有配合医师的医嘱在服这个药物的话，控制到一段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我通常会跟病人讲说，大概是3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说症状都稳定的话，
那或许可以考虑慢慢的减药。当然也不建议马上把药给停掉，因为马上停药可能恐慌又会再次复发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所谓的停药的时机啊，或者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用药，这个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医嘱慢慢调整，对不对哈？医生在执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成功的个案？就是比如说过去他是恐慌症非常严重，那透过医生你们整个缓解之后，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又是如何？OK， 就像我刚刚前面所举的那个，就是在高速公路开车的那个例子啦。那他一开始也因为这个状况啦，因为他其实工作都会需要通勤。那以前都是他自己开车，但他恐慌发作之后，他就变得不敢自己开车，变得都要坐别人的车这样子，所以其实对那个家人也造成这个困扰啦。那最后他真的觉得不胜其扰之后，他愿意来这个精神科求救这样子。那在经过就是药物的，就是慢慢的卫教啊，跟药物的调整之后，那再鼓励他说，那现在状况比较好了，你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开看会不会有在恐慌发作的这个状况？那当你给病人这个信心，慢慢的开1次没事，开2次没事，他慢慢的心情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你这个时候你再跟他卫教说，如果你真正发作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你只要再吃颗安眠镇静的药物，你这个恐慌就会马上缓解。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对于说这个开车这件事情啊，就会比较有信心，也比较敢再去做这样子。有没有类似比较一些正常的一个比较正规的生活方式，然后来教导这些的恐慌症患者，比如说怎么样再去跟亲友、再去跟人际做一些互动，这部分是不是蛮重要的？对，就是说，虽然是像老生常谈，然后不过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就是规律的生活啊，早睡早起啊，不要吃太刺激性的食物，像咖啡啊这种会刺激像心跳加速的这个东西这样子。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恐慌发作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对心里面就是一个保护的机制这样子。怎么说是保护的机制？就代表说，其实你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已经有承载了很多的东西，已经亮起了这个红灯这样子。那恐慌发作的话，其实可以迫使我们真正停下脚步来，去仔细的思索说，我现在这个人生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需要去解决的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再配合就是医师的这个治疗啊，在我们的生活上，不管说是心里面啊，或者是生理上啊，才可以慢慢的回到这个正轨的这种情形。所以它不会从恐慌再一直演变到所谓的恶性循环，包括忧郁啊、什么躁郁之类的。所以它是一个源头，对不对？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确实真的是有一部分的恐慌症的病人啊，在经过不断的这个恐慌的发作之外，就会变成说像你说的焦虑啊、忧郁的这种状况都会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到这种状况的话，就是一定得治疗啦。如果不治疗，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子。OK， 对，好。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各种的焦虑、恐慌的感受，那是面临压力跟危险下面非常自然的反应哦。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恐慌症的患者，这种巨大感受却是很难预期哦，但是非常真实，却被人家贴上这个奇怪的标签，认为这些人好像是 end 几出的哈。所以医生，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对医生、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吁 ？OK。就是在现在这个比较忙碌啊、匆忙的社会啊，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压力都会非常的大，所以适时的去调试自己的这个压力啊，不管是靠过听音乐呀、跟朋友聊天啊，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等到说身体真的出了问题之后才来解决，那其实都有点为时已晚的感觉，这样子。是。确实，我们现在目前这么高度压力的社会哦，各种精神困扰的朋友都非常多。我想知道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啊、同理心跟包容，特别对个案本身、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正向的帮助哦。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因为自己不清楚自己的状况来四处求医，有可能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成为大家很好的提醒，也是现代人要学会的功课哦。今天非常感谢刘医师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再会。